陆丰一点动静没有，到现在都没出现。多久了？13个小时。您看，要不要调些人过去？把人都撤了。都撤了。穆局长那儿我会去解释的，执行吧。是。陆丰不可能仅凭一己之力就能逃脱层层追捕，还能死而复生。他的身后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主导这件事。到底是谁？还记得上次我给你的那张照片吗？记得。这件事情一定跟他有关。我会尽快调查的。虽然我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但我能隐约感觉，他就在我的周围。一定要把这只手引出来，剁不掉这只手，我们就会被动。我该怎么做？放陆丰走，一定要让他活着离开军统和76号的视线，绝不能让陆丰落在他们手里。无论如何，要让他活着离开。一边是军统的人，一边是76号的人，他们同时出现在这儿，原本应该打成一团。可是他们不但没有动手，反而76号人全撤了，这说明他们在等更重要的目标。你是说他们在等你？他们应该知道我要来。既然他们双方都想要抓我，那我就来做一次诱饵，看看到底谁想抓我，谁想杀我，还有那个神秘杀手应该也在附近了。我们也看一看他到底属于哪一波。这样太冒险了。我知道，但是没有谁再比我自己更适合做诱饵。从他们的角度，花向宇是诱饵，你才是猎物。我明白。你看，军统的人也撤了。我想去厕所。别说话呀！打扫卫生。不需要。打扰了。
限了。你宁愿相信佛手，也不相信我。事情早就应该结束，我不想伤及他人。这件事情只有一个结局，要么我死，要么佛手死。对不起，哥，我只是一个军人，我只能执行命令。你的命令就是杀我吗？那我现在还有机会吗？你知道我现在拿枪指着你的感受吗？我知道，很痛苦。告诉我，你的命令到底是抓我，还是杀我？我不能说，我必须知道真相。所以你并不是来救华湘雨的，而是自己做诱饵，故意出现在军统的联络站，就是想看看谁想抓你，谁想杀你，对吗？合肥，事情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简单。哥，你到底是谁？我也不知道我是谁，但我已经不是我了。那华湘雨呢？你为他想过吗？你不是已经在保护他了吗？我当初没杀你，我就是不想让华湘雨看到你的尸体而难过，也不想他因为你的死而恨我一辈子。你明白吗？让客栈埋伏的人都撤到后面去。所有人都到后门守着。对，所有人。他们怎么都去后门了？是不是抓到陆枫了？跟上去。打扫卫生。啊，打扰了。先生，毛巾都换好了，您早点休息啊。你是杭州人？啊，是。先生耳力真好。能再多给我一条毛巾吗？放在床边就行。啊，好，没问题。他们动手了。佛手到底让你做什么？
让我放了你。不信吗？哥，你如果真的爱花向宇，你应该离他远一点，越远越好。你还是不够了解他，那样只会让他更痛苦。我放出去的鸽子已经死了。你想找的人在207。
你们先走。给青衣回电。是。找到记忆中打火机里的秘密，华山。怎么会在你这儿？你回四季青客栈，不就是为了这个吗？收好。是这条项链指引我找到你的，让它陪在你身边吧。你现在可以不说话，但是一开口，就必须给我一个合理的理由。为什么要把人从四季青客栈撤走？我不相信任道远，不相信76号的承诺。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我的推测，他们并没有撤离。当陆丰出现之后，他们破坏了四季青客栈，还开了枪。万一陆丰在行动中死亡，那我们所有的线索都中断了。杀手是谁？不清楚，正在查。你要搞清楚他的背景，属于哪方势力。是。局长，可以出发了。接下来我们第一个行动，就是要证实8816是不是贵宾区的保险箱编码。
一直担心穆局长把今天的见面当成鸿门宴。此时见到穆局长，任某自愧不如，惭愧啊！任主任客气了。穆某能够贸然赴约，认定任主任是个心藏大局之人。若非这战事所迫，你我说不定能成为朋友。现在也可以啊。为了这次见面，我可是大费周章啊。中间人也做了很多事。此次杭州四季青客栈的事情，对不住了。哎，哪里的话？佐藤浩二之死到现在还是一团迷雾，幕后真正的操纵者还在看我们的笑话。任主任这次约我来这里是想合作。哦，怎么合作？佐藤浩二的身份现在已经确定，幕后操纵者的计划应该是引起重庆政府和南京政府之间的相互猜忌与暗杀。大家同是中国人，虽然政见相左，不妨碍抗日大计。我听着任主任此言，仿佛跟你们的当局执政理念是背道而驰。如您刚才所言，身不由己。那你想在这次合作里得到什么呢？说说，你能给我什么吧？从现在国际的局势来看，日本人是撑不了多久了。汪精卫死后，南京方面也应该是乱成一锅粥了吧？是啊，他们现在各自争权夺利、明争暗斗，从不考虑大局。所以我能给您的承诺就是，日本人撤出中国以后，给您证明。任某在这里，先谢谢穆局长。合作愉快。处长，我发现我们上海的军统组织有人在暗中勾结西16号。目前这件事只有你我知道。重庆总部也很快会有官方密令，必须彻查，但整个调查过程要做到安全保密。需要我做什么？调查我身边的所有人，从方丽人开始到穆希赫结束，任何人都不能放过，一定要把这个间谍给我找出来。等总部密令一到，立刻抓人。是。怎么了？处长，我有个疑惑。说。之前您给我的命令是清除陆丰，但是在杭州的时候，您为什么又让我放了他？知道我为什么一直让你搜寻照片上那个人？照片。处长，对不起。又怎么了？照片被陆丰拿走了。那个人原名叫陈浩民，曾经是共产党，后来突然神秘失踪了。那这些跟陆丰有什么关系？你以为陆丰仅凭一己之力就能摆脱那么多势力的追捕？您是想通过陆丰来抓住陈浩民？共产党一直在暗中帮助他，包括帮陆丰出水的猎户段继海，所有的这一切，都是陈浩民在背后安排的。那这个陈浩民，他跟陆丰到底是什么关系啊？花向宇呢？被陆丰当作人质带走了。是被当作人质带走的，还是他主动跟着陆丰走的？我当时想救他，无奈受伤，体力不支。我相信陆丰应该不会伤害他。
那个叫蓝冰的也和陆峰在一起。对。蓝冰自从沈笑被枪决以后，就脱离了76号，现在正在被通缉。这么说，陆峰应该已经在上海了。现在可以确认，8816就是贵宾区保险箱的编码，但是开户人叫苗华军，不是季云中。苗华军，有没有可能是季云中的其他名字？有可能，但是我们现在没办法确认，所以就不能行动。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季云中被抓捕的时间应该是12月29号。没错。那这个账号开户的时间是12月26号，从时间上来看，应该是跟季云中有关联。但仅凭这点还不够，除非我们能证实苗华军就是季云中，或者跟季云中有关系。那个新来的行长什么时候回来？明天。所有人只留下这一张照片。这个盒子我从来没有打开过。
他好像弄过一本书，书里有什么东西被他拿走了。是什么？信、纸片，或者照片之类的。照片被陆枫拿走了。有一个人必须清除掉，马上。走，下车，赶紧下车，快点下车，别墨迹，快点，快点，前面快点，快点，快点。从今天起，你才是真正的幽灵。你说的对，只有幽灵才能对付幽灵。解散特密组让我很心痛，那是我多年的心血，所以我要让你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彻底摧毁幽灵组织。我已经替你找好了队员，一批由高级特工组成的特殊小队，由你指挥。现在，你和你的人都不在我的名单上。我们都是死人。希望你把握好这次机会，不要再让我失望，否则我的政治生涯到头了，你也就成了真正的死人。是。真没想到还能再见你。我不知道我现在应该高兴啊，还是矛盾。我这次来上海是要找佛手给你报仇的。这也是我要做的，因为他，我成了真正的幽灵。我现在也被76号除名，还要被内部通缉。可能是因为我的死讯，让你的情绪产生了一些波动，但这一切都过去了。我需要你回到我身边。我知道陆枫对你有救命之恩，但他是我们通缉的对象。你们回上海的目标是什么？我不能说。陆枫现在是上海的焦点，现在各方势力都在抓捕或者是追杀他，他在上海会寸步难行。你得做一个艰难的选择了。陆枫现在在哪儿？
你终于还是来了。您知道我没死，我希望你没死，因为你是我看着长大的。我真的期望你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平凡人，安安稳稳的过完此生。真相，永远不知道才好。您什么时候知道的真相？我也是前不久。看到这则新闻，我才意识到整件事就是一个巨大的阴谋。松下不光给你留下了照片，还留下了一封信。那封信呢？烧了。松下老师说了什么？照片带了吗？这就是你的父亲。松下提起了18年前的火凤凰行动。那是1926年的一次秘密行动，目标是炸毁张作霖的奉天军械局。你父亲是行动的负责人，陈浩民闪官负责协助。他们锁定了一个核心的军火库，眼看就要得手了，张作霖的人突然出现了，行动彻底失败，因为火凤凰行动里出现了叛徒。谁是叛徒？到现在都没人知道，除了你父亲，只要活着的人都有可能。你也参与了？我是你父亲的手下，说来惭愧，我这个人性情怯懦，过不了打打杀杀的日子，你父亲就把我排除在行动以外了。你能告诉我，刺杀佐藤浩二是谁给你下的命令吗？连长，你认识苗华军吗？谁是苗华军？你就是苗华。